详细的消息来关心，昨暗那立白三党的总统候选人拢伫分家南拼场。民进党热清定是强调讲会打造民主和平的台湾。国民党侯友宜是发出南北爱共同治理、爱集中选票，安尼才有才调政党轮替。也那民众党郭文哲是批评昨昏国防部的国家级警报，呼吁讲要发就要谨慎。 选举愈来愈晚，那绿白各阵营找到分别一个混家南拼场，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伫云林好尾的办造势大会，除了替家己的立委助选，也对支持者下山的承诺，希望民进党伫咧国会过半，国家的政策才能继续向前行。阮要打造一个民主和平的台湾，阮绝对袂行回头路，阮会团结国家人民。 强化国防，强化经济，强化和民主阵营徛做伙。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是伫咧家己本命区办造势晚会，将伊迄当阵伫咧读家己当就高中时阵的班导师，一个11位北教过侯友宜的老师来徛台拍温情牌，也发出南北强调。我动算，我会组成联合政府。 结合蓝白共治，我咱会当完成政党轮替，咱的选票爱全部集中。民众党的郭文哲是继续伫咧台南进行车队扫街，催告自关庙出发，甲支持者最近翕相，对国家级的防空警报是毋是中共介入选举的手段？伊讲国家级的警报别当变做放羊的囡仔。 我也不希望把人家讲他想得很坏，什么都阴谋论。不过从1996年到现在的，每次中共都扮演那个猪队友的角色。当然你也不可能说他这个期间就故意卫星都不发射。我倒觉得反正双方都在过招。郭文哲认为两方应该要建立热线管道，才袂发生类似情形。侯友宜是认为各番单位应该伫咧24点钟内调查清楚，公布真相。赖清德是讲人民有知影的权利，认为袂影响选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